师父呢，要跟我们世界各地的莲友们，我们正国寺的常住法师给你介绍这一章。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今天呢，非常高兴呢，还有这样一点短短的时间来给各位大家介绍一片上人。他是一个有修有证啊，有德有恨的净土中的祖师大德。他的修为啊，让人家敬佩。他讲的这一段话，给我们大家，尤其是末法年代的众生，很大的鼓励了，非常正向的道路来指引我们。他的用心，他的苦心啊，我们能够体会。他这样讲：望如至今以后。希望你们从今以后，从现在一直到未来，你们要记住我们学佛的方向。智慧门任他，智慧门就是靠智力。比如说你有智慧，能够自己修行，戒定慧，断贪嗔痴，各方面都能修得清净圆满，这个叫智慧门。靠自己的力量，靠自己的智慧，可以去跳脱生死。那么我们任他，就是要尊重他，我们要尊重他。法门没有高下的，法门呢没有大小。如果智慧门靠自己的力量能够成就的话，当然我们一定就是要赞叹他了不起的人呐，对不对？慈悲门至灵呐，所谓慈悲门，就是我们讲净土法门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连包括三恶道的众生，佛都不嫌弃他，要救度他，这个就是慈悲门。不管你任何一个对象，你善的人、恶的人，你有钱没有钱，不管你什么人，都给我们希望，给我们将来，给我们可以依靠。这个叫做慈悲门，不舍弃任何一位凡夫众生。我们念佛法门就靠阿弥陀佛的这种慈悲愿力来救度，所以我们自己要赶快接受哦。因为如果你靠你自己本身，你要很清楚知道说你这个智慧不足啦，你要靠你自己来成就很难，那么你就要修慈悲法门，自己一定要去领受它，接纳它。不论净慧，不论善恶，不要去讨论你是一个清净的人，是一个肮脏的人，也不去讨论你是善的人或是恶的人，也不去讨论今天你是信心坚定，或者是你疑心非常疑惑，你就很怀疑，我念那几句话，佛陀就会救我吗？讲你不要去讨论这个。总之就是总而言之，不可论心之是非的，不要去讨论你的心到底是对还是不对，好还是坏，你是干净还是肮脏的，你是很专一的，或者是妄想心很重的。我们不去讨论这个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不讨论这个心呢？凡夫的心，善恶共迷啦。我们凡夫的心呐，不管做善也好，做恶也好，我们是同时迷，就是我们糊涂啦，我们看不清楚了，很多内幕的实际情况，我们没有办法做一个正确的判断跟分析了，所以我们就是善恶共迷。凡夫的心，有时候我们看表面的，但是背后人家另外又有一个目的，又有一个企图，我们不知道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做善，实际上是被利用的；我们做恶，可能是因为人家都恭维你了，这个就是善恶共迷了，都颠颠倒倒的，不可作为出离之要道，不可以靠你的心跳脱这个六道轮回，离开这个五浊恶世很难。我们凡夫的众生是善变的，忽好忽坏，忽善忽恶，所以我们不可以以你的心作为成就道业、迈向光明的道路。唯称南无阿弥陀佛，即得往生也。只要你单单称念南无阿弥陀佛，你就可以往生。因为阿弥陀佛要救度什么人呢？念佛的人呐。所以你只要一念佛，不管你是好人坏人，我一定救度你的。甚至于你是在地狱道、恶鬼道、畜生道的一切众生，佛永远不放弃你的，不嫌弃你的。只要你记得我要念佛，佛发愿无人不救，无人不度，绝对肯定的，而且是必然的，一定救度你。所以这个才是我们学佛所要求的一个方向或者一个标准，就是要慈悲法门。我们就知道，只要我愿意相信念佛，那你就有资格、有条件可以去往生。所以一片上人把这个重点讲出来之后，让我们所有一切末法众生都有希望了。如果你用智慧法门的话，那就很难，我们一般是做不到的，对不对？没有那个条件嘛，我们的程度
目也不够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很清楚自己。那么我们慈悲法门就是念佛，念佛就是靠他力；那智慧法门是靠智力。所以我们要很清楚这样的一个方向，我们不能搞偏了。那这样我们一心一意专心的念佛，以后绝对有将来。佛陀承诺你了，一定救度念佛的众生。所以到时候我们就能够很顺利的、很安然自在的往生西方净土。这一章就利用这个机会来跟我们十方信众报告，原来念佛是这么重要的。好，阿弥陀佛。